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，我刚才拉的时候有分高一些音比较高八度，跟有些音比较低八度。那就是对我的中提琴来讲说，我们的声音很有趣，我们就是可上可下。说好听点是可上可下，说难听点是不上不下。就是我每次都跟别人这样介绍我的乐器，但总之我们就是可以拉出像就是有女生的声音，然后有男生的音量这样子。好，那下一首哇，这个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这首是什么哦，绝对再更绝对，我可以保证100%拍唱不保证。如果你没听过，我等一下就是全场都请一杯酒的那一种。阿拉丁，有吧？没听过。苏哥不要开玩笑了。好，阿拉丁。那我现在要演的呢是里面其中一首叫做《Speechless》，然后就是女主角唱的歌。好，稍等一下。